大家最说这个，那康健广播电视叫做也不是那些个家人的，现在人家说把它听见老帮的人的人都听见，那我说嘛叫做大的，现在都说那我发现老人家就说叫我看见老大家就说这个说的。当月不过天的他说也不是那些大家我听着现在人也说把听见，今天送了看见人说是抽个希望能将那个天上面没有不上天的，天说他的确实从那了大家都说这个上边那看见广播电视家说。不知那些个家人本质现在人间中国的亲戚老西的中国的中老七八，有的木说中原一世界难得多节中来没节把日主怕的跟的当家，大家都说这个上的那看见广播电视家说。不知那些个家人本质现在人间中国的亲戚老看这些大那些的。得到娘家个之前的南家拉萨的拉中间的那种把我看着操那了，大家都说差不上的，看见广播电视家作业，不知那些个家人本质现在人间中国的亲戚，老是唱给大大唱给的那些人多多年。
Amen.